西班牙宣布承认巴勒斯坦是一个国家，以色列甲派驻伫咧这3个月大赛调倒转去。英国首相苏纳克宣布7月提早办大选，外界咧要讲，因为执政党支持率下降，拖愈久因就愈无赢面。美国中西部又搁加强烈风，爱荷华州的小镇格林菲德，真侪厝密密茂茂，上无受5个人过身。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来关心中东迄边的新进展。目前在以色列是也继续咧强攻加沙。即阵挪威、爱尔兰甲西班牙总是宣布讲承认巴勒斯坦是一个国家，所以讲以色列就真生气，甲派驻伫咧这3个月大赛调倒转去。另外，去年去互哈马斯掠去的7个以色列的女兵的家属，即阵是公开因去互绑票影片，要求因的总理纳坦雅胡都要赶紧救人。يا كلاب والله لا ندعس عليكم يا كلاب ولك اخواتنا ماتوا من وراكم وانا لن اخذكم كلكم 几个互哈马斯辅导的以色列查某兵的家属，二日是公布人质的影像，呼吁政府要赶紧想办法，互因会当转来。影片内面是出现7个互辅导的查某兵，因双手拢互绑在后壁，面和身躯拢有血，不时互哈马斯骂和驾驶，处境是真危险。这段影片上开始是哈马斯发布的，以色列军方有假过，已经摆在上互人惊到的画面。影片翕了已经经过200多天，7个查某兵，1个人红救转来，1个无命，还有5个人唔知影是生还是死。总理纳坦雅胡坚持要战斗到消灭哈马斯，真正的家属是烦恼亲人无法度活到迄当阵，女性更有可能受到性暴力。因日伫耶路撒冷和泰拉维夫各一摆举行抗议活动，甲政府施压，希望政府甲救人的代志做上大声。像是爱尔兰、挪威和西班牙3国，日是宣布讲会伫2月正式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这是3国伫协商了后做伙做的决定，希望互以巴问题会当对2国解决的方案去推进。这个宣誓虽然讲互人真意外，但是一寡欧盟国家几礼拜来是一直在讨论承认巴勒斯坦的可能性。3 is still relatively few in number. Nothing will change today or tomorrow, but it could be significant if this starts a trend and if more states were to follow in the coming days, weeks and months. 巴勒斯坦对这3国的决定是表示欢迎，以色列是随调回驻3国的大赛。当面承认巴勒斯坦就是鼓励和送礼物予恐怖主义。目前联合国193个国家内面有143国是承认巴勒斯坦，比例已经超过2/3。公司新闻室会长编译。咱的新总统赖清德拜伊才就任，即阵强军就宣布举行宽大军演。日本的官房长官林芳正就表示，会甲其他盟国同齐向中国明确表态，维护这台海和平稳定是真重要的代志。另外，美军的印太副司令就证实，这中共去年就捌做过侵略台湾的演习。不过，伊嘛强调讲，中国拍台湾并无咧赶时间，嘛毋是无法度避免的代志。秋雨东引岛周边，中军搁再宣布伫台海周边举行2天的宽大军演，附近的日本政府虽表达关心。台湾海峡の平和と安定の重要性について、引き続き中国側に直接しっかりと伝えるとともに、米国をはじめとする同盟国、同志国と緊密に連携しながら、各国共通の立場として明確に発信を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ります。有专家认为，为这届军演的范围甲内容研判伫演练武力犯台作战的各阶段场景。美军自印太国级将领证实，中军去年就捌进行侵台演习。The PLA continues to exercise critical elements of potential military invasion of Taiwan. Last year, they simulated a maritime and air blockade of the island. Subsequent exercises in this past year featured amphibious assault and counter-intervention operations. 美军印太副司令指出，需要认真看待习近平下令强军伫2027年前最好攻台的准备。不过，伊嘛强调，真正的攻击行动毋是随便拍，也是无法度避免。搁再声明，伫印太地区的冲突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是倒英台头一场行政议会透早 AIT 处长孙晓雅甲 AIT 主席罗森伯格罕见出现伫行政院，停留1点钟引起关心。他们原本就有旧式的纪连成政委这个做拜会，并且来恭喜他。开院会之前，他们就已经结束了拜会，并且离开了行政院。在期间呢，并未与
卓荣泰院长会面。行政院是表示 ，AIT 官员是拜会老朋友，嘛担任陆军副司令的政委员桂连成无参加行政会。外界讲，单位应该有牵涉到美方关心的全面防卫议题。面对强军对台军演，利空消息，互台股早盘擘大落，暗过随道回稳，靠台积电加电子族群跌动盘，盘中指数上悬来到21,668点，隔壁是以21,607点收盘，双双创下历史新高纪录。记者综合报道。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掌权13年，伊的相片是头一届伫咧重要的场合，甲老爸金正日、佮有阿公金日成摆同齐。南韩就认为讲这是金正恩想要加强伊的威权，嘛要强调因金世惠美的手段。金正恩伊是来到平壤一间劳动党的党校，主持完工剪彩的仪式，受到热烈的欢迎。学校建筑顶悬是有做伙挂伊含因老爸金正日和阿公金日成的像，这嘛是金氏三代的领导人第一摆做伙伫北韩的官方媒体出现。这金氏三代的像，毋那是做伙出现伫学校的外壁，入去教室、黑板顶悬同款有挂衫的人的像。过去伫劳动党集会重要场合，出现北韩领导人的像，无啥物稀奇，但是三个人共款是真罕的看。南韩的专家解读讲，这是因为金正恩最近是面对压力，想要来强化个人的领导权威。I think it came as a big burden when he made a statement that said that in North Korea's policy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unification because you try to erase the footprints of the predecessors, his grandfather and father. 金正恩今年1月参加最高人民会议的时阵，捌做出重大宣示，伊毋但是谴责南韩和美国造成区域紧张，同时两韩已经无可能去和解，也是和平统一，佮提议透过修宪，甲南韩列作是第1号的敌对国。了随废除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甲代表统一门拆掉，等于是违背白族的威权。分析认为讲，金正恩可能是想要透过大相片的政治，表达金氏强惠美修成未忘本的信息。He wants to portray, impart this message that it's not like he's going to eliminate footprints, heritages of his predecessors. Rather, he cherishes the accomplishments, achievements that his predecessors made. 南韩统一部是推测讲，金正恩当在进一步推动个人崇拜，会而且去观察这种真罕的看的状况。公司新闻将回密编译。英国首相苏纳克暂时雄雄宣布要提早办大选，本地外界预计是年底会办，即阵算是提早到7月初4就来举办。外界咧要讲会安尼提早举办，就是因为这执政的保守党支持率一直咧下降，愈晚选因就会输甲愈凄惨。根据目前 BBC 上新的民调，这在野党工党是有45%支持率，不过这执政是敢若23%，是敢若人的一半尔。所以讲，经济学人杂志就分析讲，已经执政14年的保守党，即阵恐惊是爱刷股啊。执政党的声势遐尼歹，主要就是经济问题，而且这下半年通货膨胀的情形恐惊会阁野悬，加上另外一项政策，把这非法的移民送去非洲，阁牵涉到人权的争议。所以讲，媒体就认为讲，苏纳克会宣布提早办大选，就是要猛拼看卖，因为拖愈久，因就愈无赢面。英国首相苏纳克自伫寒假当年家南河做出重大宣布，被认为这是一场政治大盘搅。不过，伊讲话时阵，雨愈落愈大，有偌远工党放送冬瓜，代志只会变佫较好，也愈来愈大声。These uncertain times call for a clear plan and bold action to chart a course to a secure future. 苏纳克表示，这是英国选择未来时刻。不过，现实情形是，执政的保守党因为生活成本危机甲经济环境小贷，民调参数和在野工党超过20%，已经是真济所在选举。苏纳克强调，即马经济已经转好，只有保守党才能伫全球无稳定的时期领导英国，将国家交予工党，未来会充满无确定性。保守党执政14年，工党5年前失败了后，党魁施凯尔对党进行改造，将以前倾向左倾议会中间路线，也普遍被认为也是下一任的首相。One, because we will stop the chaos. Two, because it's time for change. And finally, three, because we have a long-term plan to rebuild Britain.
几下下无关系讲出名的保守党议员表示，英国经济情形未来可能的恶化，表示目前是选举的好时机。 He's taken the initiative, which makes him look strong, bold. The economy, whatever he says, is still fairly weak. Inflation has come down, but it's still there. It's also true, of course, that public services are in trouble. 苏纳克已经向国王查尔斯三世提出解散国会，得到允准，二是停止运作。30开始，就会有5礼拜正式竞选活动。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 美国的前大使海莉提出共和党的总统初选，这阵是公开表示伊是支持 Trump。不过外界就在讲，这海莉敢是要争取做 Trump 的副手？不过 Trump 嘛讲甲真明，讲这海莉唔是伊的副手人选。因为党内初选无像原底按算的，伫3月份提出总统选战的海莉，日伫华府参加保守派智库活动的时阵，表态讲会甲票投互川普。 Trump has not been perfect on these policies. I've made that clear many, many times. But Biden has been a catastrophe. So I will be voting for Trump. 甲初选的期间来比，迄当阵海莉对川普是大力批评，即卖伊的态度明显是天差地。Our campaign is the last best hope of stopping the Trump-Biden nightmare. But rightly or wrongly, chaos follows him. Chaos follows him. You know I'm right. 根据外界解读，海莉可能伫向川普的阵营来要求，想要争取正做副手。过去川普伫总统的任内，捌任命海莉做驻联合国大使。不过伫初选的时阵，伊用鸟仔脑来敲说海莉是戆的，对伊坚持选到底是真不满。最近还佫讲海莉无伫伊副手的名单内底，嘛无想要争取遐个捌支持海莉的选民。 不过有共和党的测试认为讲，两个人若是合作，会当替川普争取到更较侪金主，嘛会当吸引川普上届欠缺的高学历、女性的选民。公司新闻张惠斌编译。法国伫咧太平洋的领地新卡里尼多亚，因为这法国修宪，互伫遐住满10年的人，就会当有投票权，这就引起原住民不满，爆发抗议。即阵法国总统马克宏是赶去当地了解情形，要求这官员就爱和平解决问题。 法国总统马克宏坐专机到法国伫太平洋岛屿的属地新克里多尼亚展开1天的访问。因为这个岛屿为5月13开始发生动乱，一寡商店互人抢劫，汽车互人烧毁，示威民众搁设置路障挡路，已经知影有6个人死亡，差不多280人互人逮捕。L'alimentation, car je sais que beaucoup de populations souffrent aujourd'hui d'une situation de grande crise. Soit que certains de nos compatriotes soient malades, soit que d'autres aient beaucoup de mal aujourd'hui à s'alimenter. Donc c'est la priorité aujourd'hui de cette visite. Nous aborderons évidemment les questions. 马克宏要甲当地官员、甲商界领袖会谈，寻求和平解决问题。法国国会13通过修宪，互住伫当地10年的人得到投票权，引起原住民卡纳克人烦恼会无法度过领导，唔再发生动乱。法国当局正伫考虑延长12天的紧急状态。这是新克里多尼亚40年来上届严重的暴力事件。过去新克里多尼亚捌举行过3届独立公投，拢无通过。寻求独立的原住民烦恼修宪会进一步下降支持独立的选民比例。 当地国会议员嘛批评，政府应该都爱对动乱负责。Je souhaiterais d'ailleurs en liminaire transmettre mes sincères condoléances à l'ensemble des familles kanak et non kanak ayant perdu un proche. 顶礼拜以来，国际热的计数已经大起13%，因为新克里多尼亚热的产量占全球6%。热金属是重要的工业原料，除了运用伫 stainless 甲电镀以外，去年因为电动车电池的需要，变作真抢市。而且欧洲议会6月初要举行改选，马克宏当地说服选民支持伊的亲欧盟愿景。不过，新克里多尼亚这场动乱煞拍乱马克宏的竞选计划，互伊面临一场政治风暴。 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美国中西部又搁加强烈风，爱荷华州的小镇格林菲德是有真济厝密密茂茂，上无有5个人过身。也若是边仔堪萨斯州，还有奥克拉荷马州等等的地区，嘛拢有传出灾情。这科罗拉多甚至搁落迄像棒球遐大粒的冰角。
为无人机翕的画面，会当看到人口2000人左右的小镇格林菲德，差不多已经无完整的厝体，一寡活动式的厝，抑个差厝，都若亲像去崩过共款，规个拢变平地。民众在后赶转厝内，敢会当勉强找一寡也会当炸走的物件。It's still a search and rescue, and so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monitor the area. 因为社区唯一一间病院嘛是共款，救援单位临时借用一间中学，也会当用的校舍来做临时救护站。针对伤病患做基本的医疗处理。The school is also kind of our makeshift hospital, just for any triage, anybody that might get hurt during our search and rescue or cleanup efforts as well. So, and basically that's just going to be a transition from their initial care, and we got buses stationed there that will transport them to a critical care facility or another hospital. 最上受灾唔但爱荷华州，附近的堪萨斯州、奥克拉荷马州，也有较北边的伊利诺州，拢传出灾情。科罗拉多州佫出现棒球大细的冰雹。根据美国海洋甲大气总署的分析，强风灾情为南部的德州一路向北，横扫中西部了后，佫向大湖区过去，影响范围差不多涵过美国半个本土。啊，毋过当地属 CBS 电视网的电视台 WTX 伫上新的报道指出，因为气象预报单位伫进前就发出强风警报，所以更冷风来进前，大部分的民众拢有够的时间避难。属伫2024年更冷风季节，相关的死亡人数比起往年有减少，其中一半以上拢是住伫活动厝还是组合厝。这种厝袂当强风吹，较会倒去造成伤亡。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一架对杜拜要飞去印度的阿联酋航空，这摆伊咧降落时阵是去弄到一群当咧飞红号，上无是有39架去互飞机弄死。这环保人士就咪讲，因为城市过度开发，红号不得已改变飞行的路线，才会去互飞机弄到。这间一家厝的天棚是破一坑真大坑，还有一只红号倒伫阳台顶悬袂顶袂动。印度金融大城令马发生袂少红号去互弄死的事件。一架载300外的乘客为杜拜起飞阿联酋航班，20暗时要伫咧明马降落的时阵，去弄到红号，尾仔飞行机有平安降落。不过为8一半暝开始，都小连所有居民通报有红号死伫路面。As per Forest Department 39 की जानकारी मिली है। क्या जानकारी आपको क्या पता है? यहाँ पे स्थानिक प्रतिनिधि ने फोन करके बताया था कि यहाँ पे फ्लेमिंगो गिरा है, तो इमीडिएटली हमारे SWM डिपार्टमेंट के अधिकारी यहाँ पे पहुंचे, उन्होंने देख लिया, इमीडिएटली पुलिस डिपार्टमेंट को इन्फॉर्म कर दिया और एक साथ सभी मिलकर यहाँ पे कार्रवाई हुई है। 阿联酋航空表示，因伫降落的时阵拄着鸟啊，会配合明马政府的调查。红号每一年11月份左右会迁徙去明马。伫当地染地天几个月，这红号组织做伙的美警是明马人上届期待警上之一。即晚传出弄到红号的意外，居民拢惊一条。也若环保人士认为讲，明马过度开发，即晚四界拢是电缆线，才会致使红号飞去保护区的时阵，国不离中就爱改变路线，才会去互飞行机弄到。因即晚烦恼讲有另外一个机场当地起，地点就伫红号的生态地附近。这个机场完工了后，会搁较侪有飞行机起落，可能会致使搁较侪红号去互弄死的意外。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越南面的制造商美泰尔上界出名的产品就是芭比红仔。除了咱印象当中金头毛白皮肤的红仔，后来嘛有推出无同皮肤色，搁有一寡亲像当时正顶顶真多元的模样。美泰尔即阵搁宣布要推出女性运动员的红仔，用这9位出名的查某运动员的选手的模样来去设计，就是咱边仔看到这款。这美国出名的网球选手大威廉斯嘛包含在内。美泰尔讲，因会推出这款红仔，就是望鼓励女性投入体育。头底拍网球砸日头的帽仔，手阁摕网球杯，摕过7座大满贯女单冠军的职业网球女选手大卫连斯，手摕一个不管是穿插还是外形，拢含家己是完全相同的 Barbie 乌因鸟仔，是欢喜甲笑甲喙拢无法度合啊。I mean, there's moments in life that you can't even dream about. I never thought that I would be, made as a Barbie doll. This is amazing. It's crazy. Yeah. That's so nice. Literally looks just like mine. 澳洲的查某脚球员弗勒嘛，一直学了讲有够厉害，天生就有白化病含严重视力障碍的西班牙帕拉铁人3项运动员罗德里奎，除了摕到含家己正相同的 Barbie 乌因鸟仔以外，阁有伊上好的伙伴杜王肯。Espero que las niñas cuando nos vean juntas, a mí y a mi muñeca Barbie, vean en ello
un ejemplo de alguien que pese a tener pues, ciertas dificultades, que a priori van a poner algunas cosas muy difíciles, mediante el trabajo, el esfuerzo y sobre todo la confianza en ti misma, puedes lograr muchas de esas metas que en principio pues, pueden parecer difíciles de conseguir. We are very proud to honor sportswomen who are really breaking boundaries in their fields. We are sharing their stories, we are sharing how they got there to inspire the next generation. 波兰电竞运动员斯沃博达尔因为连身躯顶车的道路含义同款，下个7号米的制造商美泰日日宣布推出9个有名查某运动员芭比奥因啊，佮包括巴西和墨西哥的体操选手安德拉兹和莫内罗，加拿大球员辛克莱尔、法国博士的好手莫塞利和意大利体育游泳运动员佩拉格里尼等等，各类女性投入体育。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印度的传统妇女是负责做家事，也顾囡仔。不过，即阵印度政府是推出无人机的培训计划，训练即寡农村的妇女操作无人机来做事。若配合这项计划，因的收入就会当比平均的高2倍。35岁印度家庭主妇亚达夫操作大型无人机飞过农产野肥，大部分的印度妇女踮伫厝内照顾囡仔，毋过亲像亚达夫安尼出外做事的妇女并无罕见，为降低劳动成本、省时间，佮帮助农民现代化。印度政府针对妇女启动无人机姐妹培训计划，第一批招募300位女性。印度社会伫过去并无欢迎女性出外食头路。无人机姐妹会计划是印度妇女掌控工作权的一个转变的机会。ये मैम ये कोर्स करने के बाद ड्रोन पायलट बनने के बाद मेरे को अपने आप पे प्राउड फील होता है। जैसे पहले तो मुझे मेरी फैमिली के नाम से ही उनकी पहचान से ही पहचानते थे, अब गांव में लोग मुझे मेरी पहचान से भी पहचानते हैं। अब तो लोग मुझे ड्रोन पायलट कह के बुलाते हैं, तो मुझे भी प्राउड फील होता है और मेरी फैमिली को भी प्राउड फील होता है। ये मैम सिर्फ एक कमाई बढ़ाने का जरिया नहीं है, इससे मेरे अंदर भी आत्मविश्वास बढ़ा है और मुझे अपने आप पर बड़ी गर्व महसूस होता है कि मैं भी ज़िंदगी में कुछ कर सकती हूँ। 参加无人机姐妹培训计划唔是这么简单，因爱先通过面试，佮参加1礼拜理论课程，通过笔试的人才能实地参加无人机的操作训练。合格学生结训了后，会免费得到1台30公斤载重量的无人机。因伫5礼拜内，伫差不多60公顷的农场进行2摆野培。 等得到5万卢比，差不多19000台票的薪水，比家己故乡的平均薪水更高出2倍。 सबसे पहले तो वो डरी हुई होती हैं, थोड़ी सी घबराई हुई होती हैं, तो उनको क्या होता है कि धीरे धीरे ड्रोन के बेसिक कंट्रोल सिखाए जाते हैं। जैसे वो कंट्रोल्स वगैरह अच्छे से समझ जाती हैं, उनको मतलब जिस भाषा में वो समझ सके उसी भाषा में उनको समझाया जाता है। तो जैसे ही वो अंडरस्टैंड कर लेती हैं उस चीज़ को, फिर उनमें अच्छे से कॉन्फिडेंस आ जाता है, फिर उनको फ्लाइंग के लिए हम रिलीज़ कर देते हैं। 参加计划企业讲，即马农村的变革，无人机姐妹培训不止牵涉就业，还佫提供农村更加侪创业的机会。根据印度政府调查，第2003年，农村妇女的工作比例小可比41%较悬，男性差不多是80%。女性的工作比例也在增加当中。因对家己有经济能力，满足日常生活开销，免花靠别人，感觉真欢喜。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 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咱明仔载再会。